高中生食电子烟，互老师长着竟然搁去食松氏粉团，行路歪高试错。南韩电子入境系统甲咱列做是中国台湾，赖清德表示希望韩国会当尊重台湾人的意志。诺贝尔和平奖要颁奖啊，毋过得奖者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到达犹阁找无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关心的就是昨暗6点外的时阵，伫咧基隆有一个查甫人呢是食毒塞车，结果连续去弄到几台汽车甲奥多摆，就连路边的民众也有真侪人受伤，加在送病院是无性命的危险。这落尾呢，警方是照这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加公共危险罪，加伊移送侦办。一台黑色轿车向冲过来，先弄到机车，搁弄到路边的车辆。边仔一台白色轿车，就会弄甲刷几啊公尺远，是弄甲真严重。黑色轿车安全气囊已经崩开，车头冒气，白色轿车车后壁变做一团废铁。附近拄好就是收粪扫的所在，现场的粪扫嘛，互伊弄甲散甲规世界。还有那台洗衣机放在那边，不然就整个挤进去了。但是刚好那个是软铁，刚好把它缓冲挡住，不然整个就挤进去。代志就发生伫咧车到暗时6点外，基隆仁爱区的南明路，一个32岁姓陈的查甫人赛车失去控制，乌白路，嘛造成包括清洁队，搁有出来倒粪扫的民众，拄好骑机车经过的人，拢有着伤。警方嘛伫伊的车内抄到空气烟弹，怀疑伊有食毒，甲这驾驶带转去调查。警方在现场查获第2级毒品依托米酯烟弹1颗，对肇事驾驶实施毒驾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现场采证，这查甫人就伫咧边仔戆神，专案是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公共危险罪，移送基隆地检署来侦办。记者报道。另外一站，这车祸被告是发生伫台中。今年3月的时阵呢，23岁姓吴的查甫人，伊是无驾照，搁食酒赛车，而且超速搁冲红灯，结果去弄死一个医学生。昨这死者的老爸出庭，求法官甲肇事者判重刑。台湾酒驾防治协会是认为讲，这几档来这酒驾的案件呢，拢判伤轻，对家属是第2界的伤害。前后生的实习白满甲规套衫裤来到台中地方法院出庭，因为22岁姓陈的医大学生，今年3月到台中实习期间，做山工骑车走外送，和23岁姓吴查甫人啉酒赛车弄死，但爸爸拒绝和解赔偿，只要求法庭重判。爸爸代表他，也穿上这医生的衣服，也仿佛他亲自到庭一样。我不需要他的赔偿，我也不接受他的和解，我只希望国民法官能够判最重的刑责。酒驾致死案件发生伫3月7日透早3点外，姓陈查甫大学生骑机车外送，经过台中市西屯区黎明凯旋路口，和姓吴查甫人无驾照赛车，超速弄红灯弄掉，搁逃走。2点钟了后向警方投案，就测台每公升0.37毫克，过去有3摆无照赛车，15摆交通违规记录，总计17万罚金无缴。触犯酒驾致死刑责是3年至10年有期徒刑，不过根据法务部统计，2010年至2023年之间，全国204867人酒驾判决有罪案件，判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人占绝对多数，平均刑度3.6个月，致死者平均刑度也到3年2个月。台湾酒驾防治协会批评判决实在伤轻，对家属造成二次伤害。法官在量刑上即便可以判3年以上，最后裁量结果呢，也不到3年2个月，所以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讲，会觉得很失望，而且会认为这是第2次的伤害。如果法官没有重判，根本没有一个吓阻以及制裁的效果。高速警建议司法机关要提供法官量刑一套完善的建议机制，让酒驾罪责相当，才会当真正有效协助犯罪，并让受害者家属的伤魂。本案已经完成言诉辩论，预计7日早起伫台中地院国民法官法庭一审宣判。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好，希望这酒驾车祸的悲剧会当莫搁来发生啊！来看这交通部呢，每年5月开始是要来实施高龄驾驶换驾照分级关怀的制度。也毋过，即马网络所传出讲，今年年底进前若准去换驾照，安尼就当用到75岁。监理站是来保护讲，这是错误的消息，满70岁的人单人通知就会使啊。
这个月初二，伫中华保新有一位84岁姓陈的民众骑机车向切入大线北道弯，直接撞到一台救护车。台湾这几年袂少侪伙人发生车祸，为着降低高龄驾驶交通意外发生率，交通部每年5月开始要实施高龄驾驶换驾照的新制度。但是网络刷风声讲，今年底进前去换驾照，得当用到75岁的错误消息。明年70啊，看网络啊，啥物咧讲啊，我提早来啦，说叫要去换，我提早换讲袂用。讲70岁，安尼较好啦，较安全啦。中华监理站最近加出一成的人来问高龄换驾照的代志，就是因为网络咧传，趁年底进前换驾照得当用到75岁。监理站嘛特别出面背会，即阵来换驾照只是加开钱，每年5月新制度实施，满70岁民众接到监理站通知，才来换驾照就会使。你70换驾照，等监理站的通知就会使。你即马60几岁来换，到70岁时阵，我嘛是个会通知你来换驾照。另外，我嘛要呼吁咱民众吼。总讲你即摆有驾照，但是未用到迄个驾照时阵，我嘛欢迎讲民众甲驾照交到阮监理站，鼓励大家来搭乘迄个大众运输，吼，互咱的交通安全吼，更加顺利安尼。根据交通部的新规定，每年5月开始，满70岁时段通过体检、上课、换驾照了，会当用到75岁；满75岁时段，依持3年换驾照的规定。中华监理站表示，时到会一个一个寄挂号通知，民众无需要即阵提早到监理站换驾照。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既然头上的金英国水墙呢，互私人的企业甲买落来了后，有民众是指控讲因违法来起建筑物，而且是破坏着环境。县政府认为这业者呢，哪像是无申请着建照，所以要求因赶紧来停工。也毋过业者是回应讲，因只是混看尔，会配合县政府的调查。民众翕到画面，只看到沙坡顶建筑外观有真侪严格。现场要更调那么抗亲像咧新建建筑，这是宜兰头城店经营国水墙，目前由旺旺集团经营，但过后民众指控违规伫沙坡顶好传地开发。它那个山坡的两边哦，那斜度那么高，就是盖房子，河船把它收到很小一小，万一有这个大水哦，是那个有天灾的话怎么办？经营国水墙过去是在地有名的景点，后续业者结束营业了后，卖予旺旺集团。居民指控这几年居民无法度自由处理园区，最近也发现业者竟然伫山坡顶起厝，号称着安尼缩小真济，若落大水后恐惊造成水坝住户灾害。县政府汇报了后，去勘查，认为现场亲像有建筑施工，初步申请建造会请电工所查无确认，若违建属实会要求自行拆除，必要时会强制拆除。业者也有伫山坡地开污水池，甲整地行为，初步申请水保计划，会依水保法罚6至30万。有整地开发的一个行为，并且还有一个水池，那是没有经过事前申请水土保持计划。有民代呼吁旺旺集团无应该含执法单位不齐，爱坦然面对错误，勇敢改正，恢复经营高水墙的生态。旺旺集团表示，现场建筑无增建还是扩建，是针对内部建筑征收，时间目标就是要恢复经营高水墙的好山好水，后续会配合县政府停工调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市府有来加强查缉这昨日来的非法套房，有3间拢互人强制断水甲断电。管理局是表示讲，这3间业者呢，对准令开始就互人甲罚30万起啊。不过这业者要是罚物件，品保协会是表示讲，这消费者呢入来住这款套房，权益是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呼吁民众都要经合法的店家。管理局人员会同经放假相关单位，交伫放假相关巷内底回还一组套房，一瓶断水断电。除了断水断电以外，也大公告，这3间业者为自2023年开始，就拢被罚2摆，也罚30万，告命令停业。暗过业者依然照常营业。市府依照违反发电管控条例，对3间回还一组套房强制执行，各要求停业。中市府、旅馆业联合稽查小组查获非法经营市政，依发展观光条例各裁处2次，并勒令歇业在案，但业者无视法令，能继续营业。是要顾虑到那些消防的东西咯，全部要顾虑到，因为人就最重要嘛，不要去选那些不安全的地方住。
市府表示，今年已经对7间不法业者执行断水断电，这非法集租套房主要集中伫房价甲一中上款，讲是自租集大，交通方便，价效阁俗，请外地旅客来订房。不过实际上大部分是伫住上大楼或者是铁片加盖的透天厝，那公共安全疑虑，若发生消费争议，大人权益也可能受损。未来如果有一些纠纷，你可能呢不知道要怎么样的一个处理。另外呢，它的消防安全以及卫生的卫生呢都有一些隐忧，对消费的整个权益保障，还有未来的纠纷处理呢都有很大的一些问题。李基高表示，唔是伫订房网站出现就是合法旅宿，伫大进程会升起台湾旅宿房确认合法旅馆或者是民宿才个订房，将保障消费者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这家己的梅山除了破发现金1万块以外，即马嘛宣布要搁加分3000块，对12月初8就开始来发放。因为这家己市呢，嘛要甲原本破发的3000块，搁再增加到6000块。预算案已经送去到议会审议啊。上紧伫旧历过年进前，这家己市民就会当收到这个大红包。乡公所人员确认户口的资料了后，梅山乡的村民就会当领到乡公所破发加本的3000块。领到这个红包的民众拢真欢喜，会当伫过年进前摕厝内，搁增加一寡家用。花这3000来互咱2000多少有点一点补偿希望大家有这个领3000的，大家当过一个好年安尼。买3块，搁买厝内用的，可能会用在小孩身上吧。除了家己县梅山乡的普发，家己市政府嘛宣布，甲普发的3000块提悬到6000块，估算有26万的市民受惠。这条16亿2000万的预算已经送到议会审议。市长黄敏惠表示，这笔钱是用税给村的部分来办理，不会影响市政的建设。我们在这加码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咱得发钱，但是咱买趁钱，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完全加码这6000元完全不举债，而且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公共建设、我们所有市政建设的推动。市政府表示，这笔预算会伫刷落来临时会来审议，若是通过，上紧会伫旧历过年进前就会当发予市民，嘛呼吁市民会当把钱留伫家己市消费，来增加在地经济的活发。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高雄寿山动物园呢有一只13岁的非洲狮猫，伊最近是直直咧放血了，所以动物园甲这屏东科技大学是来合作，透过上新的动展扫描来配合国内唯一一台300公斤的检查平台，顺利甲这个狮猫甲检查。也若目前这只狮仔也已经登去到动物园来观察啦。4个查甫人做规对车顶看看，甲一卡铁笼啊搬落来，大家动作拢真细致，因为笼仔内底关的是一只非洲狮猫布雷，准备要送入去检查室做电脑断层检查。寿山动物园表示，已经13月布雷，8月份小煞出现血尿甲阴道分泌物无正常的状况，因为园区的电工无在调对这款大型动物做详细检查，因此就甲屏科大动物病院合作，送来屏东做全新的健康检查，可以全身的去扫描它，就是3D 立体的整个器官的构造跟它的疾病的状况这样子。那因为大型动物在麻醉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需要很多的人力，像搬运啊，或者是有一些摆位啊。狮仔麻醉好势了后，就可以倒去检查平台顶端，准备送入去做电脑断层。屏科大表示，这台电脑断层到过才拄买，配合的检查平台会当承受300公斤重，是国内受医界唯一一台，轻轻松松就会当对101公斤重的非洲狮做检查。包括老师、学生、兽医师，拢总出动22位工作人员，大家分工合作，透过影像的判断来评估进一步的治疗方式。原先我们最担心的是子宫蓄脓，那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急症的部分，可能就要当场手术做处理。但是检查影像结果看起来似乎不太像子宫蓄脓，有可能是子宫阴道长了一些东西。动物园表示，车到挖头的时阵完成检查，但布雷麻醉较退，就起行回来寿山。目前布雷食食活动力拢正常。今仔日早起冒出来电视区甲游客见面，等待检查报告出来了后，会甲屏科大讨论做进一步的治疗。记者柯宾斯柯家族邱超勇综合报道。
来看国内是来出现9-19头一个本土的感染个案，这是一个北部50多岁的男性，伊伫8月初的时阵出现哪像是感冒的症头，而且伊拢无出国去。最后呢，这疾管署实验室甲检验了后，确认是去喂着9-19。这个确诊的查甫人呢，伊本身的头路是一个货柜的清洁人员，有可能就是这货柜对国外来内底的涂刷粉啊有去污染着，毋才会去喂着。大型货柜入港，工作人员开始无闲，不过疾管署提醒要注意9-19感染风险。北部地区一个50多岁本国籍男性个案，8月初出现先生家扫正串镜头了后就医，检查时阵透过气管镜得到检体，隔壁送去疾管署的实验室检验，确认是感染9-19。是头一个本土确诊个案。个案的潜伏期的活动史，那发现他在潜伏期期间并没有出国的一个状况，然后他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他大部分就是在住家跟工作地点这2个地方而已，所以就研判这个是我国首例的本土球霉菌症的感染。确诊个案是货柜作业相关工作人员，主要负责货柜内的修补甲清洁工作，可能是货柜伫9-19流行的所在，装卸货物的时阵吸捌到污染的涂刷，查某人工作时阵去扫到粉尘，毋知会感染。9-19被人喂互人，感染有4成患者伫按作期了后出现发烧、咳嗽、眩眩，啊，佮正喘的症头。9成民众会当无食药啊，家己好。不过高风险族群，包括糖尿病、慢性病的患者，也是有新的妇人，也是有可能出现严重感染风险。工作人员他们有相关的症状的话，赶快去就医。就医之后，也主动告诉医生，他的职业比警觉性高，就比较不会有误诊的状况。根据资料，9-19这3年验出境外移入的个案大大增加，拢总20件。疾管署提醒边境工作人员一定要注意挂喙安防护，若是有食粉的人，嘛应该离开涂粉营养杯的所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在国际上，非洲地这疫情是真严重，所以菲律宾呢是宣布会暂时停止对台湾进口的活猪、猪肉，甚至是拍种等相关的产业。这出口的猪肉呢，到这菲律宾的食品公司，因是表示讲，其实影响无介大。也那防检署也表示讲，因为目前在国内呢，非洲地这的病例是干那一个案例尔。每年2月21的时阵，会甲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申请，甲咱列入去非疫区的国家。猪肉出口大国西班牙占欧盟产量1/4，计31年，佮确诊非洲猪这病例，到顶礼拜累积高例，因为病毒发现伫野外，敢有法度防止本地猪农清楚疫情，第一时间是真歹收煞。Sabem que és una crisi llarga i que econòmicament doncs serà molt dur. 菲律宾农业部伫初7先宣布禁止西班牙猪肉进口，初8也宣布禁止台湾活猪、猪肉、猪皮、甲人工受精用的猪仔精液进口。全力避免进前，因为非洲猪瘟造成猪农受损，猪肉继续起价的状况阁发生。台湾自112年9月出口猪肉到菲律宾，今年出口23吨，计当年430吨，今年只有1吨。国内出口业者讲影响不大。观察期要3个月。3个月没有再发现的话，就可以解除了。影响不多了，因为本身我们也是去年跟今年才开始在那个出口嘛，出口占的比例营业额非常少了。台湾当年努力朝重返非洲猪瘟非疫国之路前进，因为疫情只局限伫台中高车的单一案场，最后清销日是11月21日，所以往后推3个月了后，也都是每年2月21日，会当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AH 提出申请，那通过了后，就会当恢复出口审查定数，无传统猪瘟复杂。猪瘟的审查程序是要透过专家小组、科学委员会还有大会的采认。那这个非洲猪瘟自我宣告的非裔国，这个不用经过那个流程，只要经过他们内部的专家做审核就可以了。因为西班牙也发生非洲猪瘟，有名伊比利猪甲青火腿目前无法度输入台湾。防检署表示，西班牙若要恢复出口，会当检附 WOAH 的非疫国证明，向咱国提出申请，咱会启动严格的风险评估，符合资格才会同意恢复输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这诺贝尔和平奖呢，就要来颁奖啊。这得奖的人，委内瑞拉反对派的领袖，也就是马查多。到单呢是犹阁找无人，就连这记者会也来临时取消。也那伫颁奖会场这外口呢，是有一阵民众抗议伊支持这美国伫加勒比海的军事行动，讲互伊得奖，安尼根本就无合理。Ella no es hermana. Lo digo cortito solamente para saber si es que ya llegó María Corina.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的出来人已经到奥斯陆，最高下昼的记者会临时取消，无讲为什么。马查多自委内瑞拉有登记的2004年选举了就开始美起来，到即嘛已经超过1年无公开出现，虽然不时伫社群媒体放影片，拢无讲人伫倒。She has said that she will be here for the celebrations. I don't know how she is traveling. I don't know when she is arriving, but I'm still banking on the fact that she will be here in time for the celebrations. 诺贝尔委员会讲，马查多北讲，比起挪威这段路有真侪挑战，不过典礼会照常举行，到时若人无来，就继续代替领奖演讲。即讲伫奥斯陆会场外口，示威民众由布条抗议顶头车好一个人。She has supported the American actions outside Venezuela against civilians, bombing the boats. 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强调，马查多那离境就是倒翻。Pobre paz, pobre Nobel, que se lo dan a una persona que pide se invada a Venezuela. 伫委内瑞拉有人认为国家有人摕到和平奖应该感到公平，因故有人质疑马查多的争议伤多。马查多敢是伫礼拜三台北时间20:08点颁奖的时阵出现伫咧会场，也唔知。这场典礼会有几多位拉宾领袖加挪威王室参加，因故大家注意也是这位身份敏感，即马唔知人伫倒的和平奖得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伫印尼的雅加达呢，有一栋7层楼高的办公大楼昨中昼发生真严重的火灾，包括一个有薪的护林人在内是拢总有22个人死亡。初步判断有可能就是这一楼无人机的电池爆炸所引起的大火。大火对这栋办公大楼的楼骹一直烧起哩，楼顶还有物件落来。雅加达消防局出动29台水灵车，900名的消防人员，将近3点钟过才把火场控制落来。Kantor PT Teradrone. Kalau perusahaannya saya kurang paham. Tadi dapat info juga itu katanya lagi karena lagi ngecas terus sempat konslet kayak gitu sih. Ngecas baterainya. Untuk korban sendiri Mbak lihat nggak ada orang-orang yang menjadi korban dari kejadian ini? Tadi lihat ya pas evakuasinya sekitar 20-an. 印尼首都雅加达一栋7层楼高的办公大楼火烧，造成严重的死伤。大楼着火时，有部分员工出去吃中昼，也有真侪人是未赴走出来。消防人员紧甲分推冲起来救人。警方表示，怀疑是电池充电的时无拄好小拍电，所来引起爆炸。根据了解，大楼1楼就是无人机公司放电池的所在。Kemudian api tidak bisa dipadamkan meskipun sudah dicoba menggunakan beberapa apar ya。官方表示，这场火灾死者真侪插剑因的身躯顶拢无烧着伤，怀疑是去乌烟砸着死亡的，详细搁来调查，包括敢有违反安全规范、无人机的负责人，搁有大楼业主敢有疏失。记者综合报道。或者印尼除了火烧以外，伫苏门答腊呢，是因为热带气旋有买1000个人死亡。真侪民众即马呢是敢来当暂时住伫个避难所。根据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的这个统计，苏门答腊重建经费有可能买1000亿个台票。印尼当地雨季，佮因为罕见的热带气旋，地属苏门答腊3个省，拄着毁灭性的大水灾甲土石流。根据官方的统计，算到目前死亡的人数已经950人，还佮有274个人失踪。因为连外道路中断世界拢怪怪，军方赶紧做便桥通行，当地居民爱行1点钟，途中爱佮下过散开涂骹的树仔甲变起的车，才会当到物资发放中心。要居民赶紧摕互拖尾膏砍起的垃圾衫去河边洗断，要居民甲互水浸淡起的重要物件摕出来拍，话已经毁损，互伊要哭无目屎。Makanya dapat bilang itu, iya apa iya. Jadi Putang tengok dulu dah ada di sini tinggalkan gitu. Itu apa? Jadi semoga nanti pemerintah
苏门答腊的官员呼吁中央要赶紧宣布全国紧急状态，释放更侪经费救灾。印尼的国家灾害应变总署表示，苏门答腊受影响的3个省，中建经费加起来要51.8兆印尼盾，差不多是代表969亿，而且可能会佫增加。另外，大灾区之一的阿济省本来训练用来提供游客坐甲体验的4只大象，换用来协助军方清理毁损的道路。Jadi kita lebih target untuk membersihkan puing-puing di depan rumah penduduk supaya bisa terakses ke dalam. Tapi nanti kalau ada kendaraan-kendaraan yang tersangkut bisa kita bantu dengan ada gajah yang di sini. 当地志工伫临时避难所准备小滚滚的食食，予灾民通止药。印尼的官员表示，部分情况较好的所在会赶紧启动重建工程。另外，印尼政府嘛当咧调查大水灾附近的森林乱开垦的情形。公司新闻小老贝编译。经济消息来关心的是，这台股呢，冲到28000点，这是挑战新高的纪录。也毋过，国安基金到底够唔够用，这也真做是立法院讨论的焦点。财政部处长的黄清华是表示讲，目前呢，这金融机构贷款的能量是无问题。这早台股稳徛28000点。盘中上悬捌来到28361点，其外170点，宽达股台积电挑战1500块大关，以1490块开出，盘中捌上悬来到1495块，起15块只是用来护盘的国安基金，为89年成立高单基金规模500块钱，国安基金委员会建议将国安基金规模为5000亿扩大到1兆。要放宽国安基金借款7000亿限额，你怎么看？5000亿的额度里面，3000亿是四大基金，但四大基金可动用的金额有限，所以大概就是2000亿可以可动用，就是以融资的方式。那因此各界呢，包含我们在国安基金里面的委员，都有这些方面的疑虑，认为适度要扩大基金的规模。为即马规定来看，国安基金下当运用的5000亿资金总额，资金来源包括向公股行库借款的2000亿，另外也有向包括劳保劳退退户、由独政府4大基金借款3000亿。只是台湾股市经济发展加上上市贵公司市值已经涨到97条，是89年设立时的10.5倍。外资持股比重更加升高约47%。根据了解，国安基金委员会偏向向银行借款上限调高到7000亿。财政部处长也是国安基金执行秘书的黄清华表示，金融机构贷款能量无问题。事实上，这种规模已经到这种阶段了，市长。你要讲一下，过去这个25年前的当时的这个规模2000亿哦，就是可以用的那个2000亿来讲，以目前的这个股市的规模跟外资的这个比重来看，的确在护盘上非常的困难。财政部表示，国安基金委员拢建议应该适度扩大规模。回顾过去，国安基金有8摆进场护盘历史，拢总获利661亿。这获利个别安怎使用有立委建议，敢是用伫长照还是其他政策上？黄清华表示，爱个受法建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南韩的电子入境系统呢，是甲咱国列做是中国台湾。总统赖清德是表示讲，希望韩国会当尊重台湾人的意志，也若咱国敢会禁止韩团来反制咧。文化部长李婉是无讲明，伊颠倒是强调讲爱呈现台湾文化的主体性甲特色。南韩电子入境卡的纳位，甲咱国表示做中国台湾。咱外交部讲将会重新检视台韩关系，研究可行的营运方案。大家关心是不是禁止韩团来反制？对此，文化部长李婉讲，文化部上大的功能就是将台湾的文化呈现做主体性甲特色，而且甲中国分会。韩国人对台湾的兴趣在这两年非常的高，他们也非常能够区隔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所以就产业立场来讲，文化部会尽量让台湾的文化出去，产生文化外交。我相信很多国家都非常清楚台湾的文化跟中国文化的差别。李婉讲，就文化部的立场，台湾甲韩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比以前加诚多。文青院拄则甲韩国上大的集团签约，未做伙拍以台湾为主的影视作品。总统赖清德讲，台湾甲韩国的民间交流真密切，经贸往来也真多，希望台韩会当维持友好关系，促进两国各方面的合作。我们希望韩国也能够尊重台湾人民的意志，让两国都能够携手前进，稳定区域的和平，
同时也能够促进区域的繁荣发展。对中共解放军这份伫咧日本、南韩周边进行军事骚扰、新冠科学的紧张，赖总统讲这是正无适当的行为，也希望中国爱体现大国的责任，和平无价，战争无人是赢的，和平就要靠各方面来促成。记者综合报道。在中国渗透咱的国军呢，即卖已经出现真侪案例啊。国防部是来指出讲，这黑道、地下钱庄、当铺，也是讲这公庙等等，全部拢是渗透的点。有将近90成的案件呢，是这官兵家己来检举，也是讲这内部清查的时阵才发现的。另外，国防部也来因应这官兵个人的这个经济的问题，预计明年1月开始要开放，予官兵会当结单贷款。中央这几年加大渗透力头，真侪现役退伍官兵被吸收，加做强点。针对中共渗透管道多元，国防部分析，中共利用黑道帮派地下钱庄、饭店、公庙，特别锁定财务困难的官兵，用借贷做主要接触入口，推出小额贷款协助处理债务，甚至是债务威胁方式，进一步渗透官兵。以网络接触、小额借贷、债务协助、债务胁迫等方式，诱吸拍摄宣示效忠影片，发展共谍组织及收集国军机密资讯等不法行为。针对反制中共渗透手段，国防部表示，有将近90成案件是官兵主动检举，或者是内部清查发现。今年统计侦破7件强盗案，另外也强化保密措施。今年2月建立接备资格认证制度，强化设备成员安全控管。另外有财务困难的官兵，开互中共渗透，国防部也开办官兵结联贷款，提供合法小额贷款管道。剩余逾期6个月以上。都可以来贷。原则上，我们是在退伍之前，必须要把你的金安贷款的这个相关的剩余的额度要还清。那如果遇到贷款人无法因故无法继续服役的话，我们会依规定请贷款人将余款于退伍前缴回。包含自愿役、1年期、基本役，拢用使用结联贷款，除了小额纾困20万，其他亲像是上病医护、长照、产后护理、育婴、上妆等贷款上限拢是60万。国防部表示，按照明年1月14，协助国军士官兵渡过经济难关，专心振奋。记者综合报道。11月底是这基隆河铺油和水道水呢是有怪味，拢总是18万户受到影响。经济部甲环境部是指出讲，这应该就是单一的偷排的事件，目前是有掌握到污染的来源。哪像就是这工厂是用违法的设备才产生污染的。也那台水公司是表示讲，这基隆河呢水管的检验其实拢有合格，预计未来会来分2阶段来抽水。基隆河北都抽水站水头大约2.5公里的河道，村的垃圾油浮出来，对查了后发现是远湾路100项的沟仔排出的。到底啥是11月27水道水污染事件真正的凶手？环境部研判这是高级阶的偷排放事件，也发现这污染甲进前掠到的国共客运保养修理厂，还有正风程度的污染明显无同。时间没有在持续的排放，所以有可能是单一的偷排或怎么样的情形，它的有的特性跟这2家出来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另外有其他的污染来源。环境部指出，这个事件的污染热点就伫这条沟仔四边的区域，也若真正凶手是什么人，检调已经介入调查，因为侦查无公开，无法度讲出是倒一间。不过目前会当讲的，就是废油垃圾水来自合法登记的工厂，伊内底有无应该有的污染设备，真可能伫水源水质保护区用合法暗号非法。掌握了一些特定的对象，后续呢我们会督导环保局依法跟相关的法规做相关的一个停工跟拆除相关设备的要求。27号早发生污染较大，基隆河水质目前检验拢下标准，台水公司拍算分阶段处水，第1阶段伫11透早开始处水，不过暗时唔处，降低风险。检验了若无问题，才会恢复规工的处水。观察检测，如果这2天都很正常，没有油气味，我们才会启动第2阶段。那第2阶段就是全日来互抽。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还未接到水公司通知要恢复处水，也拢唔知影中央部会开记者会内容。市府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告知，也不知道他们要开什么记者会。我蛮可惜的，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从事情开始后，我们都是跟水公司、经济部
以及环境部通力的合作。其实透早9点，包含基隆市府甲中央各单位当咧开会讨论后续的代志，为着列出水源水质保护区的污染行为甲设备，环境部建议基隆市府组跨局处联合稽查小组，也来补助这项稽查专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政府即马是当咧拼这净零减碳，也毋过所有环保团体是抗议讲，这政府呢毋但无积极，甚至佫退步去，呼吁爱来落实这建筑物供电设备标准，1000平方公尺以上的新建筑呢，一定得爱来设太阳能的供电板，若无就无通实现减碳的目标。污光执法不上路，污光执法不上路，净零减碳走绝路。净零减碳走绝路。环保团体伫行政院门口抗议，呼吁政府爱伫年底公告建筑物到供电设备的标准，而且爱照当时草案内底适用范围落去实施，袂当分阶段实施。环保团体表示，若是无伫即马就开始做，会无法度实现净零减碳的目标。所谓的 NDC 3.0，那里面就特别提到，我们国家应该要在2035年的时候，这个屋顶光电的装置容量要提升到18个 gigawatt， 这样从现在开始，每一年我们都至少要新增900个 megawatt 以上的屋顶光电，那才有可能会达标。另外，环保团体也认为，内政部推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要提高社会韧性，增加危机意识。但是危机发生的时，能源自主是真重要的代志。若是即马无紧公告建筑供电设备标准，这是增加风险的代志。行政院请尽速公告这个执法，要维持公司建物和工厂屋顶皆为适用范围。我绝对反对分阶段试行，只有建立必要的屋顶光电点位密度，台湾才可能真正具备能源韧性和灾后恢复的能力。如果排除掉私有建物、私有住宅，就是把最有潜力的屋顶空间全部都白白丢掉。内政部伫今年2月有公告建筑物设太阳能供电发电设备的标准，这个草案规范新的建物、改建的建物，若建筑面积1000平方公尺，大约300平以上，就要设太阳能供电板。民间团体要求政府唔通阁拖拖刷刷，爱紧公告实施。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这幼教界的问题呢，有真侪这幼儿园的老师是出面来澄清，因讲这现行的法律是来规定偏乡的幼儿园，若准招生招无甜，安尼就会当收其他2岁外的细汉囡仔。也毋过其实真侪偏乡呢，拢是2岁囡仔比5岁还阁较侪，大家安尼男做伙，颠倒有可能影响到教育品质。面对少子化，偏向幼儿园减收有学生，一直是这几档政府重视的问题。为着要解决问题，教育部放令规定，只要偏向幼儿园招生招无满，就会当甲名额让予满2岁幼儿。但是这个变巧的做法，实际上是造成第一线的教保员的困扰。有侪名偏向的教保人员向立委林月卿澄清，讲教室内底2岁囡仔，佮比3至5岁囡仔佮较侪，大家男做伙教，因为囡仔的需求无同。造成教育品质大受影响。偏乡的老师，他们不是不愿意照顾2岁的幼儿，而是不愿意在没有资源、没有设备、也没有加派人力的情况下，去被迫承担这个照顾的风险。民团指出，偏乡幼儿园的师生比已经比国际标准更较悬。伫咧偏乡地区，一位老师会对15位的学生，一般地区是1比8，德国也干那1比3。这也显示出来，偏乡老师的责任真大，发生危险的风险也真悬。那我们在教保人员现场无力的一个状况，如果孩子真的受伤了，那到底是要算谁的？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对于我们现场的教保人员非常非常的不公平。当时也是考量，它的确是偏远地区，那学校规模本来就很小了，它其实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在另外有设置2岁班的这个空间的状况下，那它可以有余额的时候可以来下收2岁幼儿。对此，教育部是回应，因为考虑到偏乡的教室无够，所以才会有男做伙读册受罚。因也指出，若是有收到2岁囡仔幼儿园，除了会当向教育部申请增加教保员，另外阁会当提供因设备的补助，政府会透过补助提供偏乡的囡仔有完善的照顾。记者戴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
再来关心这长照的悲剧呢，其实常常拢伫电视顶头看到。新众团体是要求行政院赶紧来修正《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立法院今仔日已经排审啊，也毋过新的版本呢，全部拢是党团的版本，颠倒是无行政院的版本。也那卫福部长赵宗良伊是强调讲，这正院的版本是咧要审查煞，上紧12月底就会送去到立法院。伫最近身障者和照顾的人抬视、断失现状这款代志，就身障团体最早伫咧行政院大门头前定情抗议，要求全面检视18年无大幅度修正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有立委讲，最近有一位占当人去一间有名的餐厅食饭，业者以电动代步车占位加收费用引起议论，也互大家看到身障者用餐甲无障碍空间不够的问题。因为他的轮椅比较占空间，所以要2个位置，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妥的。好，这个是违反，所以看起来这件事这是违反我们身权法的规定。有立委讲，科技一直伫咧进步，逐步互身障者生活更加方便。进前身障政策拢是以工作者甲出来人角度出发，无尊重身障者实际需求，建议强化自立生活机制，增加个人助理服务的时数，简化申请的流程。他说我们的障碍是24小时跟着他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申请到的个人助理的时数，却是只能非常短暂。这些申请的程序的简化啦，还有资源怎么让它合用啦，在我们的授权办法里面，我们可以来处理。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催查排审身障权法，不过4个版本拢是党团版本。卫生部长徐宗良强调，行政院版本审查已经即要结束，上紧12月底会送立法院审议。修法的重点包括做到通用设计、强化自立生活、身障机构管理等4大重点。对不同对待也有相关的法则。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高雄凤山的凤翔路这站呢，昨下晡的时阵是来发生乌多摆烧弄的事故，原因是台专区一台乌多摆呢违规冲红灯，结果去弄到这直行的乌多摆。警方去到现场处理的时阵，发现这个肇事的骑士是干那11岁尔尔。今嘛除了要来理清原因，也会针对无照驾驶甲冲红灯来解开发。这只机车骑凤翔路要向南过路口的时，路边台湾区一只机车向弄红灯冲出来，2只车相撞了后，拢摔伫涂骹。这件事故发生伫初九下晡，高雄凤山，看起来真普通的违规事故。警方到场了后，才发现这个弄红灯的姓林的少年人，敢若11岁。杨男、林男2人均擦受伤，未送医，2人酒测值均为0。初步肇事原因研判为林男闯红灯，详细肇事原因仍需交大判定。无照驾驶，那我们也没办法，那他们家长的问题我们也管不了啊。11岁就骑机车，互民众真无奈。附近的居民表示，姓林的少年人骑的是因老爸送伊的机车，警方会针对姓林的少年人无照驾驶、过弄红灯的行为，按照道交条例开罚。有在地居民反映，事故的路口号字多，而且复杂，常常有台湾区的机车看唔到去，违规出车祸。在地是 OK， 可是外地来他会看错号字，导致说这边会常常发生重大车祸。正常人来说，一般都会看右边嘛，不会看到左边。那个字一般民众也不会去看，所以一般都会看到右边这边。已经红灯啊！记者有缘看到有机车违规对凤翔路倒弯去经武路，导致互人无煞煞违规的车真多，互当地居民出门拢真注意，希望相关的单位加强处理违规，甲台湾区向南刷到文良东路，并且改善号志来减少事故的发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另外，伫屏东西仔乡台九线442公里的所在，伫车白时阵也来发生交通事故。这是一台货车伫上黄线超车，结果无细力去弄到一台重型的乌多摆。这货车驾驶甲骑机车的双方呢是现场安尼起冤家。这车友是甲影片放去伫网络顶头，电倒佫引起这网友呢针对着警方做纠察的这个程序，敢是无确实的证据。过6台重型乌多摆的车顶要起步，向一台货车对后壁驶来，就弄倒停伫上头前的乌多摆。姓施的查甫人机车倒去，人跋倒侧伤。货车的驾驶把车驶到路边停，一落车。你骂我干嘛？对起来！我骂你，你就中人，对不对？在超为什么要骂我呢？啊，那里有线吗？那里没有线呐。大家都这样子骑。
那你这没有线，你这里有线呢。我没有超，我要转。那你双黄跨越双黄线，你怎么会在我左边？你在我后面，你怎么在我左边撞我？代志发生伫初8早起8点外，西仔乡台九线442公里的所在，大约20台重型奥多摆烧酒佚佗，结果发生车祸。原本单纯的事件，就因为驶出来货车驾驶一落车就大声问啥人夹骂，引起双方的争论。后来车友把事发的影片放伫社群面顶，嘛有网友质疑，警方对货车驾驶做酒测的动作，敢若无解确实。有关民众质疑远景实施酒测程序有疑义的部分，经检视远景的密录器过程均符合警政署所颁定的取缔酒后驾车作业程序。我们也是正常行驶，那到达路口的时候，它发生碰撞，当下也是破坏现场，直接停在路边。那第一时间是下车，直接询问我们说我们是哪一个人呛瞎他。那个外环道那个地方哦，他们好像用挑衅的给我了，他一直追那个我都会一直看我，好像说什么事情啊。车子的流量太大，我这车子先开走了。货车驾驶表示，伊只是要倒弯，无注意去弄到机车，是伊的唔对。同行机车车友杨先生讲，针对实施酒测的过程，因已经向警方申诉。后续等结果出来，警方嘛讲双黄线禁止超车，且民众爱遵守交通规矩。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南新华的旧新华果菜市场最近拆掉，这市政府呢是开2亿外来规划转型做新华卫护园区，在地人是争取要来设亲子馆，也毋过即马所传出这计划呢是可能有变化，毋过民政局是解释讲，目前是当咧收集意见尔。规建筑拆甲剩一栋怪兽的整地，等整地完成了后，这地点就要开始去深化卫护园区。目前1楼规划做卫生所，2楼套型机构，不过3楼风声是要规划活动中心，和附近500公尺内出现2个活动中心的状况。家长甲平台也拢召集发声，争取设立新华第一个亲子游游馆。我说新华也有一样的。有多什么亲子游乐设施，或是亲子室内可以互动的地方，当然也会选择那边。是可以支撑着我们所有育儿的一些免费、多元的提供专业的一个资讯。我希望能够符合在地的需求。地方召集发声，就是新华附近亲戚、永康、归仁等新城区，原本就生活机能也活跃人口红利前景。不过过去长期缺少亲子公共空间，加做硬伤。社会局表示，甲今年10月，新华区陪伴7回囡仔人口达到1733人，已经符合列为亲子馆设置优先的地区。它的规范考量是以各行政区未满7岁的幼童人数作为最大的考量。除此之外，馆舍空间也必须符合建筑以及消防等相关安全的规范。民政局将收集地方意见，后续配合地方需求予以规划建设。民政局强调，会纳地方意见参考，按未定限。卫护园区按算2年才能完成，到时阵会做出符合更较侪便利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体大车拼来看这棒球的名称，大国商平伫个国联冠军赛呢是投出6局无失分，而且也阁有10个三振，甚至阁讲出3支红不让，这是引起众人的赞叹。这嘛是伊第4届去摕到 MVP。佮在以绝对票数入选美联社年度最佳查甫运动员，伫咧47名体育记者投票当中，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道奇队的日本球星奥塔尼小喜摕到29票，嘛是伊加入道奇队了后连续2年入选。甲脚踏车的选手阿姆斯壮、NBA 球星詹姆斯、刷球名将泰戈伍兹同款，拢是有4届入选的记录。まずその素晴らしいアスリートの中で選んでいただいた、今年の中でもね。選んでもらったっていうのもすごく素晴らしい嬉しいことですし、それだけの歴代の人たちがいる中で、複数回、そういう賞をいただけるっていうのは特別なことだと思うので、今おっしゃってもらった数々の名選手たち。本季奥塔尼攻出55支红不让，整体攻击指数 OPS 破1，相对流做投手防御率也2.87，尤其是个人的冠军赛关键第4战，投6局都无失分，佮投出10届三振，一场就攻3支红不让。因为明年3月要代表日本出战世界棒球经典赛，奥塔尼表示，佮无确定会以什么方式来参加。神宮はまだ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っていうのが、出てもいいよっていう許可は一応もらったので、どの程度っていうのは、バッティングサイドも含めてどういう風になっていくのか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からまた
話し合っていく感じです。有オ塔尼小黑参战，加上日本的第一战就是对着台湾。明年经典赛台湾甲日本的大战受到外界讨论。经典赛海外门票抽选车站正式启动，了算的到是一定要搁大城引起一场球迷抢票大战。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下半部的天气，咱甲时间交互 AI 手机气象主播唐啊。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各地一时温度回升，西半部一时暗时温差较大。台湾各地甲金门、天湖大多数是多云到好天，大家人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马祖有蓝山的地降雨。好，真多谢唐阿报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